破地獄之威，開幽冥之路，憑誦經之力度無量眾生。雙人傳，雙擊手破地獄，近距離震撼呈現快將失傳嘅雙擊手破地獄。今年特別為宏福苑168位逝者進行儀式，引領亡者離苦超升，延續慎終追遠精神，感受百年非遺傳承。破地獄學習體驗，專人解說歷史淵源同法器寓意，深入認識百年科儀，體會對逝者嘅祝願同生者嘅慰藉。3米大士王巡遊祈福，露天火化升天，化煞為祥，送厄迎福，祈願陰超陽泰，國泰民安。誠邀你一同參與，共同見證呢場跨越信仰文化同生命嘅傳統法會。